呢度係柏傲莊，柏傲莊嘅3期開賣咧已經證實咗成交價，話俾你聽，柏傲莊就係豪宅，就係用緊豪宅嘅價錢買大圍站上蓋。但係唔好唔記得，我哋仲有1期、2期都有啲特色單位可以帶你睇嘅。而家睇呢一個咧係七座7B 座一個62樓嘅 D 單位，1213尺4房。咁而家你見到嘅就係客飯廳嘅位置，再加個無敵嘅景觀俾你望山景。如果你中意河景，揀翻3期；如果你想揾山景，你就要揀呢1期。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呢個單位先。大門位置喺呢一度就已經有一間房啦。呢一間房咧係屬於比較私隱度高啲嘅，因為佢係喺入門口自己額外有個位置，同隔離啲房咧佢離非常之遠，距離咗成個客飯廳咁遠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入門位置啦。入咗嚟之後已經有個好大嘅玄關，咁玄關大咧就證明財富效應嚟嘅，財富都會滾滾來。呢一邊咧係我頭先講嘅有天台，天台上去係內置嘅951尺嘅自己私家天台。跟住呢一啲就去睇房同埋廚房啦。頭先我講過啦，嗰間房私隱度高就係因為佢自己額外一邊嘅。呢度入去仲有3間房，2間細房，1間主人套。而呢一度咧就係廚房。廚房嘅位置咧雖然係長條型，但係空間感係非常之夠嘅。你亦都有2邊工作台可以做嘢。配備俾你嘅咧係 Mila 成套嘅 Mila。咁而工人房方面咧，有埋工人房，有埋工人套，亦都有埋呢一個洗衣乾衣機喺呢個位嘅，開俾你望下，即係相當於一個洗衣房喺呢一度。咁裡面咧就係佢嘅工人房嘅套房，有個廁所喺呢一度嘅。咁啊呢一度唔多參觀啦，我哋出翻去睇下啲房。房方面咧，4間房都係同景同向，同個客廳係向住呢一邊望山景嘅。如果講價錢方面，你非常關注價錢嘅話，大概呢一種咧4000零萬招標價可以買到噶啦。咁除咗有天台特色單位之外，當然都會有啲平台嘅特色單位。咁如果你係想揾平台嘅話咧，1、2期亦都有呢啲現樓可以參觀嘅平台單位，而且係平啲嘅，不過細少少，800零尺你可以買到2000零萬嘅平台單位。睇埋呢一間屋嘅最後一間房就係佢個主人房啦。買呢一度咧，唔係淨係買間屋嘅，亦都係買佢個配套。買啲咩配套咧？可以望一望呢一邊，其實下邊咧就已經見到條地鐵軌，咁即係買站啦。呢度有雙線嘅有齊東鐵線，再加馬鐵線，再加商場。因為樓下咧就已經有維坊商場自帶嘅商場。呢一邊係主人浴室啦，咁所以買喺呢一度點解咁多人追捧咧？係因為佢既去大陸方便，去中環方便，去馬鞍山都方便，咁多方便嘅條件情況下咧，就造就咗呢度係一個新進嘅豪宅啦，柏傲莊。帶你睇呢間係地鐵站上蓋嘅特色單位。而家我哋見到呢一間係4房2套連天台柏傲莊2期7A 座嘅頂層單位嚟嘅，可以先睇個景觀。呢一邊嘅景觀可以望到山景，比起1、2期淨係可以望河景，仲擔心河景會沖嗰啲咧，睇山景就啱晒你啦。呢一邊又可以向北，又可以望到翠綠嘅山景，又可以享受到地鐵站嘅配套加商場。呢一個咧係一間1322尺嘅連天台單位，天台仲有1117尺。呢邊咧係廚房，再加工人房。呢個廚房咧，我覺得比起隔離 D 單位咧仲要靚少少，因為隔離 D 都係長形嘅，呢一個咧咁啊兩邊 L 型，好用好多。裡面咧就係工人房同埋工人廁所啦。咁頭先講過啦，呢間屋嘅特色咧係天台，天台咧我哋頭先已經睇過啦。咁如果你覺得中意呢個天台單位嘅話咧，你仲可以享受優先係買到2個車位嘅，因為住得地鐵站你都知嘅，地鐵站嘅車位係非常之唔足夠嘅。咁所以如果你平時揸開車住得4000幾萬嘅大屋，我都相信你係揸車嘅。咁呢一度咧就可以擁有2個車位嘅認購權。呢一個位就係玄關大門入嚟之後嘅玄關位咧，做咗佢啲鏡啊、櫃啊、鞋櫃都做晒俾你發展商做嘅。跟住呢條走廊係少少長，一個 L 型嘅走廊，裡面咧就包含咗4間房再加廁所嘅。先睇咗個廁所，呢一個仲可以做到廁所係有窗啦，非常之大嘅窗。因為呢啲開則要做到好靚先可以做到有窗，跟住就可以睇下間套房。呢一間套房亦都係有窗嘅廁所，係做到有浴缸啦，有窗。景觀方面咧，亦都係同隔離客廳咧係同景同方向嘅。咁隔離仲有幾間房，我哋而家睇埋隔離啲房。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走廊係少少長，
咁但係啲房咧都係方正嘅，雖然係走廊唔方正啫。咁你可以喺呢一度頭先講過啦，享受到嘅唔單止係呢間屋嘅大細同埋個天台，仲有嘅係呢一度嘅雙線優勢，屯馬線、東鐵線，再加呢一度自帶嘅維坊商場，下邊配套已經好齊㗎啦，無論你食嘢啊、睇戲啊，乜都有齊晒。重點係大圍呢一度，大家覺得佢好住係因為個街市又多嘢賣，下邊嗰啲小食啊、店鋪啊，亦都多選擇。咁呢度主人房再加主人套房，而家呢一個招標單位咧，就除咗可以睇3期河景之外，仲可以選擇1、2期嘅特色單位，有6間平台，再加1間平台，天台加平台。如果你中意拍澳裝買3期嘅話咧，太多人爭唔緊要，你仲可以揀1、2期嘅，好似呢一個就可以望到河景嘅特色單位，4房2套，再連天台，天台都有1136尺嘅特色單位。咁呢一間咧1期嘅，咁唔使同人爭，即刻買可以嘅，冇問題。亦都係現樓過嚟參觀嘅。呢一間屋嘅特別之處就係可以望到河景啦，因為其實2期咧仲有其他天台特色單位咧就望唔到河景，望山景為主嘅，所以如果你想買河景，唔想同人爭，即刻買呢一間冇問題，4房雙套。房方面咧，呢一邊有一間，我哋即刻快啲嚟望一望。呢度有一間係套房嚟嘅，都係望到河景，而另外3間房咧係唔同方向嘅，就喺佢嘅對面，我哋快啲望一望。呢一度咧係佢嘅廚房加工人房嘅，樓梯底嘅位置冇浪費到，都做咗有一個儲物室，跟住正門喺呢一個位，呢邊有一個客廁，入去咧就另外3間房，盡頭嘅位置咧係套房，呢2間係細房。因為咧，其實呢一個類似嘅特色單位咧，而家有6間嘅，每一間都有自己嘅特色，有少少唔同。咁所以如果你對特色單位有興趣，你又想買地鐵站，又有雙線優勢，有地鐵站優勢，有商場優勢嘅，柏傲莊咧係你一定要過嚟睇嘅。望埋呢一度佢個廁所，呢一間咧係喺天台入邊嚟講最貴嗰間，所以如果你中意河景，佢呢一間一定係最好嗰間嚟嘅。記得點讚關注哦！